想象一下，晶莹剔透的玻璃也能够呈现出客家花布之美。这是玻璃彩绘艺术家钟情，就把玻璃结合了彩绘艺术，花布里的大红牡丹也跃上了玻璃茶壶，展现更独具特色的柔美风情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一块来体验这不同的客家意象。剔透的玻璃鞋上头，客家花布中的鲜艳牡丹摇曳身姿般的绽放，还有玻璃茶壶同样添加了花布元素，展现更加独具特色的柔美风情。把玻璃结合彩绘艺术，这些美丽的作品统统出自艺术家钟情之手。玻璃彩绘艺术家钟情，新竹客家人，原本从事护士和电台播音的工作，后来与雕塑艺术家李龙泉结离，开启了玻璃彩绘般的花样人生。钟情仔细地在玻璃上作画，要把颜料色彩饱和地呈现在玻璃上，可不简单。要慢慢的画，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了哦。钟情创作全凭感觉，会把花布结合玻璃彩绘，完全是出自于一股对客家乡土的情感。花布这样的一个色彩，又古典，然后又带点传统的文化色彩。那我也觉得，身为一个创作人，可能可以在不同的材质上做表现，好让它能够呈现出来，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。作品中还有这个玻璃盘，也展现了客家印象。蓝山的这个领子的部分，好，领子的那个设计的那个感觉，让这个作品看起来更有女人的这种温柔婉约的个性在里面。来，你看到我们家的鸡啊，在自家庭园中散步，喂喂鸡，养养鹅，农村景象的悠闲也成为钟情创作的灵感来源。所以是你的宠物也是你的灵感来源，对？对，我画了好多作品了。丈夫李龙泉是鼓舞钟情投身创作的最大力量。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互相扶持，把对人生的想法、信念，还有浓厚的乡土情怀融入作品当中，也让世人看见不同以往的客家之美。剔透的玻璃绽放艳丽牡丹，重现悠闲客庄。创意路上有另一半爱的支持，钟情细细雕琢客家情，形塑满满感动时刻。